各位小同學大家好啊，歡迎到豐滿嘅網上課程。咁今就係出率啊。咁啊頭兩版講完出率之後咧，後面會有兩版重溫嘅，就重溫翻容量、體積同埋圓周。咁講翻第一樣嘢先啦，出率。咁咩叫出率啊？咁出率咧就講緊速度有幾快。OK，咁通常有兩種單位嘅。咁第一個叫米每秒，我哋咁英文叫做 m/s 啊。係咪？咁呢個咧通常攞嚟形容緊啲比較慢嘅嘢，例如人行路啦、跑步速度啦，係咪比較慢啲嘅？咁第二種咧就係公里每小時。咁公里每小時咧英文咧就係 km/h 啦，OK，小時啊嘛 h 啦，OK。咁啊講緊啲比較快啦，例如飛機啊、車啊行嘅速度係啦，快啲嘅用公里每小時。喂，咁出率點樣計嘅咧？最主要咧有三條式要你記嘅，係啦。不過最重要咧係第一個，我呢個出率等於翻距離除時間，OK。因為我計緊咩啊？我哋計緊咧出率啊嘛，係咪？我梗係要記翻出率點樣嚟啦。係咪？咁其餘嗰兩條式咧，只不過係由第一條式調一調位啫。你咪當方程咁調位咯，係咪？咁大家應該可以利用方程去調翻第二同第三條式出嚟噶啦。OK，好啦，望翻第一條式先，出率對翻距離除時間。咁其實咧，你個出率單位咧都提咗大家點樣計噶啦。咁望翻啦，米每秒係咪？呢個叫 m/s 啦，係咪？公里每小時 km/h 係咪？好啊，你望翻條車先啦。喂，車先前面咩嚟噶？前面係米同埋公里啊嘛，呢兩個都係咩噶？係咪都係距離單位嚟噶？OK，咁斜線後面咧係 s 同埋 h 啊嘛，係咪？秒同埋小時，咁呢兩個咧都係時間單位嚟嘅。咁所以啦，你會見到係距離除時間咯。哦，因為你個斜線當咩啊？其實係分線嚟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你個 s 分之 m 嚟噶嘛，係咪？咁咪分子除分母咯，係咪？所以距離除時間啦。OK，明唔明白？好啦，咁另外咧呢幾課咧，即係我之前講啲容量、體積啊、圓形啊，同埋呢個速率咧，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。就叫單位啦，喂，唔該同我留意翻個單位啊，因為呢幾課全部都好中意叫你轉單位，係啦。咁如果你睇漏咗個單位嘅話咧，咁你成題就會錯噶啦，知唔知？咁所以啦，咁啊距離單位大家學過晒啦，係咪？不過時間單位點樣轉噶？咁相信大家咧以前應該學過嘅少少啦，不過大家可能唔記得晒噶啦。咁講翻點樣轉先？好啦，小時同分鐘，諗翻啦，咩關係嚟噶？一小時係60分鐘啊嘛。係咪？咁所以啦，小時點樣變分鐘啊？咁一變60咯，咁點變啊？咁一乘翻60，咪就係60咯，係咪？所以小時乘60就係分鐘啦。咁調翻轉，我60乘翻60分之一，或者叫除60啦。OK，咁咪變翻小時咯。OK 嘛？咁呢個分鐘同秒一樣啦，係咪？1分鐘60秒嘛，都係相同概念嘅啫，明唔明白？咁所以啦，咁由於我哋係乘60分之一或者叫除60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你分鐘變翻小時嘅話咧，就咁幫你個分鐘你個數字下面加翻分母60就可以啦。OK，咁秒都係啦，我哋將你個幾多秒下面加翻分母60就變翻分鐘啦。OK，呢個方法比較快啲。OK，好啦，咁講翻第一先啦，第一題。好啦，火車行駛450公里需要6小時，問火車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km/h？OK，好啦，呢個咩單位啊？呢個叫速率單位嘛，即係問你咩啊？問你速率啦，係咪？所以啦，嗱，我哋計數之前啦，都要望一望翻單位先。啱先講過噶嘛，係咪？嗱，首先望翻你個速率單位。喂，優先睇速率單位啊。呢個速率單位咩？公里每小時係咪？好啦，望翻啦，距離單位 km，即係公里啦，係咪？望翻前面係咪公里？係公里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再望翻時間單位，時間嘅單位望翻啦，都係咩啊？都係小時嚟噶嘛。咁所以啦，大家單位都相同，咁你就唔需要轉單位啦。所以啦，好簡單咁套入翻公式就可以啦。速率係咩公式啊？速率等於翻距離除時間啊嘛。咁所以啦，距離咩？450，時間咧6小時。咁所以啦，450除6咯。喂，咁計數唔計啦，因為比較簡單。好啦，咁然後第三題啦，我望翻第三題啦。第三題咩嚟噶？一架巴士用60公里每小時速率行駛，佢要行280公里，要用幾多小時？係咪？好啦，佢而家問你乜嘢？佢問你小時呢個咩嚟噶？時間嚟噶嘛？係咪？咁時間點樣計噶？距離除速率咯。OK，所以啦，距離除速率揾翻出嚟啦。距離咩嚟噶？280係咪？速率咧60係咪？好啦，望翻啦，單位啊嘛，啱先講過啦。好啦，望翻你速率單位先，叫做望速率單位啊。速率係 km，咁佢咧 km，OK，時間 h 呢個咧小時，OK，啱晒。所以啦，需要轉。所以啦，就會係將280距離除翻速率60，OK，完。喂，好啦，咁啊，然後去到第五題啦。第五題，飛機每小時750公里嘅平均速率由 A 飛去 B，
咁總共行咗2.5小時。佢問你 A、B 兩地相距幾多公里？即係問你咩？佢問你距離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望翻距離公式，距離公式速率乘時間。OK，唔再啦，揾翻啦。速率幾多啊？速率係750公里每小時啊嘛。OK，時間咧？時間係2.5小時，係咪？好啦，一樣啦，對翻啲單位先。望翻速率單位係750公里每小時，係咪？公里公里啱啦，每小時，OK，2.5小時啱啦，好啦，所以啊，成題都唔需要轉。計啦，啱先講過啲乜嘢啊？呢個係速率乘時間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750乘翻2.5啦，OK 嘛？咁所以啦，好簡單，你揾翻條題目俾咗啲咩資料你，同埋題目叫你揾啲乜，你套入翻對應嘅公式就可以啦。好啦，咁然後下面啊，第二版啊，咁第二版題目咧就開始要轉單位噶啦。所以啦，我哋望望第二題先。第一題咁同你講話，只要家和圖書館相距900米，咁只要於11時48分從家出發，於12時0分抵達圖書館。咁問你，只要步行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m/s？OK，佢問你即係呢個咩單位啊？呢個係速率單位係咪？即係揾翻速率啦。速率係距離除時間啊嘛。咁距離你有啦，900米係咪？咁時間咧，你望翻啦，11時48分出發，12點0分抵達。OK，咁即係中途用咗幾多啊？用咗幾多時間啊？出發，OK，呢個結束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啦，用去時間咪就結束時間減翻開始時間咯。不過啦，你真係都知啦，係咪？11點48分到12點要幾耐？係咪要12分鐘啊？好啦，咁12分鐘係咪？好啦，我哋知道要12分鐘，不過啦，單位啱唔啱啊？望翻速率單位啦，係咪？好啦，望望先，佢而家平均速率是多少 m/s？好啦，呢個單位係 m/s，望翻呢個 m 米啦，係咪？900米啱。咁時間咧？時間 s 係咪？咁佢而家係分鐘喎，咁你係咪將佢分鐘轉翻做秒先啊？係咪？s 係秒啊嘛，咁所以啦，分鐘轉秒要點做？望翻前面啦。幾多啊？係咪乘60啊？咁所以啦，我將12分鐘乘翻60就係秒啦。OK，咁呢個就係720啦，係咪？OK，咁所以啦，你而家要計啲咩啊？速率等於翻距離除時間啊嘛。咁距離900米除翻時間，時間係12乘翻60秒，係咪？所以括好啦。OK，因為你個時間係要計先噶嘛。我哋距離除時間我係除成個時間啊嘛。所以啦，你個時間係要計先嘅，加括號。OK 嗎？好啦，咁然後啦，第四題啦，佢俾咗速率你嘅4米每秒，咁行1.2公里要用幾多分鐘？喂，咁啊，望翻啦，佢而家係俾咗個速率同埋距離你係咪？叫你揾翻個時間，用分鐘表示。咁望翻單位先，米，喂，呢個公里喎，即係話你嗰個距離單位要轉啦。好啦，然後時間單位 s 呢個分鐘，即係兩個單位都要轉啦，今次。咁所以啦，時間等於咩？時間等於翻距離除速率啊嘛。咁距離1.2公里，不過呢1.2係要轉翻做米先嘅，因為你嘅速率單位係米嚟噶嘛。咁所以啦，我要將佢乘翻千。變翻做米先啦，係咪？呢個公里變米啊嘛。所以啦，而家我有7.2乘1000米，咁我除翻出嚟4米每秒咯。我除翻4啦。好啦，不過你諗下啦，我而家呢個係米啫，呢個係米每秒啊嘛。咁米除翻米每秒出啲咩噶？米有啦，米有啦，得翻咩啊？得翻 s 係咪？咁所以啦，你成條出嚟答案係用 s 做單位嘅吓，呢個用秒做單位嘅吓。咁所以啦，你而家呢個幾多分鐘啊？咁秒轉翻分鐘要點啊？除60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我哋除翻60就可以啦。喂，咁啊，所以啦，呢題咧要轉兩次單位嘅。第一個你個距離啦，係咪1.2公里？咁由於你個出力單位係米每秒，所以啦要轉翻做米先，所以啦乘翻1000變翻做米先。喂，咁由於啦呢個米除翻米每秒係出個秒出嚟嘅，所以啦秒轉翻分鐘咧就要點啊？就要除翻60啦。OK 嘛？就咁啫。好啦，咁然後啦，講埋最尾嘅題啦，好冇？咁小華咧由17時，即係下午5點啦，係咪？開始踩單車，咁啊成條路咧36公里，咁啊同你講話呢個速率咧係15公里每小時，咁問你幾點先翻到屋企喎？用24小時製作答，OK？咁首先啦，我而家係咪要揾翻佢究竟踩咗幾耐單車啊？係咪啊？佢問你幾點到屋企啊嘛？我有開始時間
係咪要加翻用去時間先至係結束時間啊？咁所以我首先揾翻你個用去時間先，即係呢個提示所講嘅所需時間啦。喂，好啦，咁呢個時間點樣計啊？時間等於翻距離除出率啊嘛。咁距離你有啦，係咪？出率咧你都有啦。望下單位啦，公里呢個公里。咁我而家要計時間係咪？咁所以36公里除翻呢個15公里每小時，好啦，距離除出率等於翻時間啊嘛。不過今次計緊呢個時間係咩單位？好啦，我哋有公里，剩低咩㗎？小時嚟噶嘛。咁所以啦，呢條式係計緊小時噶吓。所以啦，36除15咧，應該計到2.4小時。喂，咁所以啦，我哋而家下午5點係咪？即係17點啦。加翻2.4小時係咪？喂，不過我哋做時間加減法，我哋要點噶？我哋係咪加翻小時、分鐘噶？係咪？咁呢個2.4小時即係幾多小時、幾多分鐘啊？唔知道喎。我哋唯一知係一定係2個鐘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剩低呢個咩噶？剩低呢個0.4小時，即係幾多分鐘啊？咁小時轉翻分鐘，咪乘翻60咯，係咪？咁所以話剩低個0.4小時乘翻60就會變翻24分鐘啦。咁所以啦，2.4小時就係2小時24分鐘。好嘅，咁即係話我哋加翻2個鐘頭24分就可以啦。喂，咁一眼知啦，係咪？0分鐘加24分，咁咪24分咯。17時加翻2小時，喂，19時咯。咁即係下午咯，係咪？下午7點咯，係咪？不過24之前就答啊，唔使還還點點還還啦。OK，咁第二版我講完噶啦。咁去到下面啦，第三版。咁第三版容量特色咧，就麻煩大家一樣啦，睇翻單位啦，係咪？同埋呢個表啊，唔該同學記翻住啦。咦，係有人唔識轉單位噶，好神奇啊！我哋想轉單位咧，送分題我就唔講啦。咁講下面啦，就係講57啦，好冇？好啦，第五題先啦。第五題，水池長4米，闊3米，水深80厘米，問你水嘅容量係多少升？好啦，一眼知啦，係咪？咁容量同體積嘅計法一樣噶嘛？咁所以啦，咪都係長乘闊乘高，係咪？水深咪即係水嘅高度咯，啱唔啱先？咁所以啦，4乘3乘80咯，做完係咪啊？咁梗係錯啦，係咪？第一版講過啦，呢幾課全部都點啊？都要睇單位噶嘛？你而家咩單位嚟噶？米，喂，厘米嚟嘅喎，喂，零零細細厘米，你見唔到嘅咩？係咪？咁所以啦，我哋要將啲單位統一翻先啦，係咪？呢個米，我係咪將佢轉翻做米啊？咁當然你都可以將佢轉數 cm 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啦，我將厘米轉翻米，我轉一次啫嘛，咁就轉米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啦，我要將佢變成4乘3啦，長乘闊啦，米咁乘翻高，咁今次高咧係80厘米，咁80厘米轉翻米咧，其實係要除100噶嘛？喂，80除100即係0.8啦，係咪？所以啦，長乘闊乘高就係幾多啊？呢個係米嚟噶嘛？而家變咗度，咁出單位梗係出個立方米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啦，題目叫你用咩單位作答啊？升啊嘛，升先係容量單位啊嘛，呢個立方米係體積單位噶嘛，咁所以啦，立方米轉翻升要點做？喂，立方米轉翻升要點啊？喂，加3個0喎，咁加零係乘啊嘛，咁3個0咁1000啦，咁所以啦，你係要乘翻1000變翻做升嘅，我哋乘1000，OK 嗎？好啦，咁然後啦，第七題啦，第七題。咁我同你講呢個正方體魚缸邊長32，咁啊將5180毫升嘅水倒入去水箱入邊，咁水面離缸口距離幾多 cm？咁即係話我而家要揾翻啲乜嘢先啊？我要揾翻你倒水入去之後個距離幾高先啦，係咪？即係水嘅深度幾高啦，係咪？喂，咁我計翻個水嘅深度，咁然後你嗰個距離係咪呢度啊？喂，呢度我答案要你嗰個咩距離咯？OK，咁點樣計啊？咪就係將呢個32係咪？因為你個高度一定32噶嘛，呢個正方體噶嘛，啱唔啱先？所以啦，我減翻你計出嚟嘅水嘅高度，自然就係水面距離你個頂嘅高度啦，啱唔啱先？咁所以啦，第一件事揾翻水嘅高先。咁水嘅高點樣揾噶？一樣啦，體積除長除闊係高啊嘛，係咪？小五學過啦。所以啦，將啲體積
5120毫升，咁咪即係5120立方厘米咯，係咪？OK，5120立方厘米。咁啊，立方厘米除翻你個長同埋闊，咪就係高咯，係咪？咁而家你長闊都係 cm，咁咪啱啦，啱啱先32 cm啊嘛。咁所以啦，除翻三十二，咁所以啦，你而家呢個立方厘米除翻厘米除翻厘米，自然答案都係厘米啦，係咪？所以高度就係個厘米啦。好啦，咁5120除32除32咩嚟㗎？我計埋俾你啦，呢一個係5嚟㗎吓。OK，係5嚟㗎吓。咁所以啦，你而家呢個高度咧就係5啦。但係佢問你水面離缸口距離幾多啊嘛？啱先講過啦，我要將你成個魚缸嘅高減翻水嘅高度，先至喺呢個距離啊嘛。咁所以啦，你前面要再加翻個32減嘅，我係要將你個魚缸嘅高減翻水嘅高度先係個距離啊。OK，你唔好調轉啦，你唔好將佢無啦啦掉咗去後面啊，咁樣錯噶吓。我哋減法前後調轉唔得噶嘛。OK，咁啊，然後啦，第四版啦，咁第四版圓周啊，咁圓周嘅話咧，咁之前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，都係嗰句啦，注意單位啊嘛。咁例如第四題咁啦，係咪？你望翻啦，佢個隔離呢個半圓周界係幾多？係問你用 cm 喎，咁你望翻啦，佢俾個咩嚟噶？6米嚟噶嘛，即係個長度單位都唔同咗啦，係咪？咁就轉翻做咩啊？轉翻題目要你答嗰個厘米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你要將個6乘翻100變翻做 cm 先啦，係咪？米乘100先係 cm 啊嘛。咁所以啦，將呢個半徑，我嗱呢個半徑嚟嚇，半徑要乘翻二變翻直徑先，好嘅，變翻直徑，直徑乘派先係圓周啊嘛。所以啦，直徑乘翻個派，派係3.14啊。我呢個就係個圓周啦。不過佢而家呢個咩嚟㗎？半圓嚟㗎嘛，半個啊嘛，半個梗係要除2啦，係咪？但係啦，我而家要計周界，周界係將所有邊加埋，咁呢個咧係半個圓周啫，係咪呢個啫？半圓嘅邊長仲有第二條㗎嘛，係咪？呢條直徑都要計埋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你係咪要再加多次個直徑啊？所以再加翻呢個6乘100乘2啦。OK，明唔明白？咁當然啦，你前面計咗㗎嘛，啱唔啱先？OK，好啦，咁然後下面啦，第七、第八題，咁呢個複雜圓周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第七題啦，你會見到呢個就係呢個1/4圓啦，係咪？加個半圓啦。OK，咁啊呢個中間呢個好明顯正方形啦，係咪？14啊嘛。所以啦，一樣啦，分翻類先。咁啊呢個1/4個圓周啦，半個圓周啦，啊14米，14米啊嘛。OK。咁所以啦，我而家分成3部分啦，係咪？第一個綠色嗰個1/4先，1/4圓，咁啊呢個14米係你半徑嚟噶吓，咁所以呢個半徑乘翻2變翻直徑先啦，直徑乘翻派變成圓周。咁由於佢係1/4圓，咁乘翻1/4咯。喂，咁然後點啊？再計埋呢個半圓啦，係咪？咁啊加翻，咁今次呢個直徑，OK，14米嚟噶吓，所以啦14直徑乘翻派，咁由於佢係半圓，所以除翻2。喂，咁出啦，我兩條曲線我全部都計晒啦。喂，咁仲有啲咩啊？仲有3條14米啊嘛，大家好容易漏噶，唔知點解。喂，記得周界咧係將所有邊加埋啊。咁所以啦，你好似我咁咧，喺計之前諗翻清楚，你要計呢啲邊先，係啦，咁就會相對嚟講咧容易啱啲噶啦，係啦，就唔使驚會計漏嘢啦。OK 嗎？咁啊，第八題啦，第八題佢係問你中間呢個圓形雲石嘅周界係幾多啊？咁我哋要揾呢個圓周之前咧，一定揾翻個直徑先啦，係咪？咁不過直徑點樣揾啊？咁望翻題目俾咩資料你？佢俾一個圓形杯墊，即係呢個啦，係咪大圓啦嘅圓周31.4 cm 係咪？咁即係話有圓周，我哋揾翻個直徑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我將呢個圓周31.4咁除翻個派。咁呢個就係個直徑啦，我哋呢個係直徑嚟嘅吓，咁即係話呢條啦，係咪？喂，大圓嘅直徑，咁我淨係要中間呢個咋嘛？係咪啊？我要將呢個大圓直徑減翻呢個2 cm，再減呢個2 cm，咁咪中間呢條直徑咯。咁所以啦，減2再減2，咁就會係中間呢一個直徑啦。OK 嘛？咁直徑乘翻派咪搞掂咯。直徑乘派，OK，圓周做完，OK，就係咁啫。好啦，咁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